台南会展中心，是我们国贸局在我们台南投资的一个重大工程，经费大概有20亿。那其中最主要的展览馆，大概有3200平，它可以容纳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展示馆呢、展示场呢，大概有600个摊位，那也可以做一些活动的使用。那一共可以容纳大概有这个6000人，5000人到6000人。那除了这个展示空间以外呢，那我们这边也有这个开会的这个场所，设计的时候也有一些特色，它也重视我们台南的文化，所以它的外墙呢是红砖色的，因为我们的古迹很多都是红砖。那这个展馆的这个主梁呢，它的一个因为没有柱子，所以它是钢构，而且呢，它也注意到我们台南就是靠海边，那所以我们有昆生这种意象，所以它的这个主梁是鱼骨的这个意象。有一座全台湾最先进，那也是设备最好的一个会展中心，就在归仁。那归仁这里，在过去这几年来，那从中央到地方，都投入相当多的经费，来营造我们所谓的智慧绿能科学城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计划。那同时呢，最近我们的3井outlet一样坐落在归仁的高铁特定区这里，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归仁人在地的这些乡亲相当的有感，而且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可以说是对归仁在地的经济发展帮忙相当的多，也相当的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会展中心看起来就是一个现代的建筑，可是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的成分。然后它屋顶又是太阳能，又有这个绿能的绿色的建筑的这个意涵，所以是兼容把这个科技跟文化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物。就像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文化古都，可是也是一个科技新都，它也建构了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归仁沙仑这个地方是智慧绿能科技城，所以说它所绽放出来，它展现的这个气象不仅是交通便利，而且是科技上的许许多多的新的意涵，又有绿能的意义又是未来的5G、AIoT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据点。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大台南会展中心，也期待透过这样的公共艺术的揭幕，能够让更多人喜欢上我们大台南会展中心。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3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由华宁公司所制作的连续剧《黑水沟传奇》，选定上午凌晨在台南正统罗里门圣母庙隆重举办开镜仪式，祈求平安顺利。会中协办单位中嘉宽屏的代表甲议长郭信良等贵宾拢到场见证，场面闹热滚滚。黑水沟传奇之帝王福台连续剧，3月22號在土城正統羅里門聖母廟舉辦開鏡儀式。活動邀請台南市議長郭信良、議員李中琴、中嘉寬屏上主車三觀農有線電視總經理陳建春、副理羅啟俊、電信公組別主委、聖母廟以及市府相關局處的代表，甲劇中演員。这会向上苍祈求开镜大吉，寿喜登昂。祈求妈祖保佑国泰民安，保佑本剧《黑水沟传奇之正黄福台》开拍顺利，成功上映2代。黑水沟传奇之帝王福台这出戏剧是由资深演员李新文担任导演，剧本以电信公福台赶走荷兰人的故事为背景。
描写东山过台湾险渡乌水沟，摸着九死一生来台开垦打拼的历程，是一出无分族群、使人感动的台湾历史故事。黑水沟传奇之郑王赴台啊，它讲的是400年前郑成功东入台湾收复台湾的第一步。那他讲的有亲情、爱情、友情啊，其实它是一个古装的偶像剧，以郑成功为背景。这故事我是希望能够把它拍得更精彩，呈现给观众的时候，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戏《黑水沟传奇之郑王赴台》。乌水沟传奇之帝王赴台战斗片会当顺利开镜，除了感谢文化部补助以外，导演李新文也特别感谢海军陆战队分家男联名、中嘉宽平，也有济地方士绅的大力斗相共。我这边要特别感谢陆战队弟兄啊，也加入我们的阵营，然后帮我们去做那个很多那个将官啊、士兵的一些演出。在那边特别感谢云嘉南陆战队这个退伍军人协会蔡理事长，还有所有弟兄一起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啊！感谢周围所有帮助我们的中嘉集团啊、中嘉电视等等。荣幸啊，可以参与这一部戏剧的这个赞助哈。那最主要是我们会提供他们在台南市这边相关的一些宣传哈。那还有我们的摄影棚也会借给我们的这个制作团队来制作相关的一些故事场景。那中嘉宽屏、双子星跟三光网也是在地的媒体，那也很高兴有这一次的机会可以协助这一部戏剧的这个制作。那希望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本土的影视产业更加的蓬勃发展。我们非常感谢制作单位呢，能够借由郑成功的史迹呢，拍成电影，让大家知道台湾的历史。这个我们非常的感谢。戏剧《乌水沟传奇之帝王赴台》结合纪录片、偶像剧、剧情片等创新风格手法，伫历史相关实景古迹甲美景来翕片，结合故事人物的情感，希望带予观众有血有泪、无分族群的感人故事。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这出戏剧《乌水沟传奇》所选的演员，经过3摆海选，选出上届副下剧中角色新人，由曾经演出斯卡罗的郑宇翔来演郑成功，另外伫茶金演厨娘的高佩玉来演妈祖，以及台南驻地罗志恒则演出原住民的王子，相当使人期待因的演技。乌水沟传奇之帝王赴台，以西元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为故事背景，描写东山先民怀渡乌水沟，冒险患难来到台湾，写下汉人文化打拼的故事。剧组特别举办南北两地3场演员的海选，最后选出多位新秀演员。经过3个月积分，未来将正式参与演出。演员的部分是海选出来的，那他们也经过了很多艰苦的训练呐，从表演的一些认知啊，慢慢，现在已经在表演的境界上面有很多突破。我饰演的角色是郑成功。那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他是一名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人物，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是我第一次真正要演一个有名有姓，然后很大的一个历史人物。所以这过程中，我要阅读很多跟他有关的一些资料。当初我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把自己设定为蜀汉时期的赵云，对。但是后来我又仔细做功课之后又觉得说可能没有那么赵云那么接近，但是他们同样的共识就是忠肝义胆。对，然后都是效忠郑成功、郑王国姓爷。那我平常是一个老师，那今天有机会被邀请来饰演大反派的角色，那希望可以有不一样的表现，然后也有跟平常生活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可以尝试坏人的角色，是我过去没有机会过的。黑水沟传奇呢，让我们的这个原住民在一般人的这个私人感官上有非常大的一个改观。那我们联合了郑成功一起为我们的台湾人民做一个守护，一起驱赶了这个非常嚣张的这些荷兰人。
这位申请原住民服装担任戏中原住民王子的新秀演员罗子恒，目前搁咧就读政治大学3年级，因为对演戏有兴趣，第一届参加海选活动，想袂到马上就被剧组来看到，因为目前搁伫咧就学，如何兼顾学业，甲扮好演员的角色呢？我现在是政治大学社会学系3年级的学生，然后现在有双主修传院的新闻学系这样。那你课业已经这么忙了，那你现在在兼任这样的一个演员的角色，你觉得你可以忙得过来吗？我觉得主要就是时间分配上面要自己抓得好吧，就是可能一些玩乐时间就会比较少，但是其实演员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休闲或者是一种玩乐的感觉，就是在做的时候是蛮开心的。剧中有妈祖的角色，剧组为求慎重，特别向罗里蒙马活杯请示新秀演员高佩玉，是唔当单敢演出妈祖。一开始拢跋无杯，后来向妈祖表示，会努力接受挑战，各会食素，才连续得到2个奖杯。那这次可以出演妈祖这个角色，其实我非常的感恩。然后当然针对演技、还有历史背景跟这个语言都做了很多的功课，希望一切顺利。采用新人演员来担任演出，去引少年人认识台湾的历史。剧组期盼新世代透过影视了解东山先民开垦打拼励志的精神，并且用戏剧行销台南。传承台湾的故事甲文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面对年底县市长甲议员选举，各政党拢开始进入初选提名。立委林俊宪甲林义景22号特别陪同现任议员甲有意参选的新人，做伙到民进党市党部登记，大声喊出一棒加一棒，每一个拢是强棒。民进党台南市议员初选开放登记的第2天，立法委员林俊宪甲林义景上午陪同4位现任的议员，甲4位有意参选的新人，前往民进党市党部来登记。除了强调现任优质的问政，另外嘛提出新人的专业保证，希望一棒接一棒传承落去。一棒接一棒，棒棒是好棒；一棒接一棒，棒棒是好棒。我们有现任的优质问政，我们也有新人是专业的保证，那他们几位可以说是呢，分别代表民进党的青壮世代，我们有信心推出最好的候选人来为台南市民来服务。民进党一个很好的价值就是传承、接棒传承。那所以像我跟林俊宪委员都一样，就说我们现在我们都是从议员出身，然后我们现在到了立法院，那所以我们都希望在地方的这个议会会有这个优秀的人才出来接棒，然后继续地方服务的工作。议员强调4名现任的议员有王金德、吕维英、蔡小薇加李宗翰，拢是青壮的代表。另外有意参选的新人部分有朱正轩、朱明宏、江燕婷加周家伟，4位拢是属于较年轻的世代，希望伫个立委甲现任议员的带动传承下，互优质的现任议员甲新人拢有机会会用来出选，为民来服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由市府社局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甲观光工厂所合作规划19个特色景点，就是专工要推荐予社区长辈来旅游。21号第一团来到关田阿庄，共同体验饲鸭的农村生活。为了鼓励长辈行出户外，社局透过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特别规划旅游行程。第一团有50位来自9个社区的时代来到关田的阿庄，大家都要轻松坐小火车，欣赏自然的生态农场。会中也安排做咸鸭卵等趣味体验，
只要将鸭卵浸红土等待25天地冻，互长辈做甲欢喜甲。其中委托嘛亲自到场，甲长辈同乐做伙体验，场面闹热滚滚。的手，用你发财的小手来滚动这一颗蛋，拿起来紧紧握住它。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关怀据点轻旅行哈。其实年纪长的朋友们哈，他们有很多希望多走走逛逛看看，所以地方很多旅游团，那有时候旅游团的品质很难控制。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关怀据点轻旅行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年长者，他去玩的时候能够兼顾旅游品质，而且能够让他们更了解他们所生长的台南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从社会局的角度出发，事实上从农业局从休闲农业的角度出发，都是非常好的方式。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关怀据点轻旅行那能够让年长者能够更了解这块土地，更了解这个产业，更喜欢我们自己的台南。过去长辈旅游团品质拢较歹控制，敢若有出门就好。不过市府所安排有看有算有抓，重点是有在地情感甲教育意义，嘛互长辈小少佚佗，真紧就夹满，边界嘛拢做好。大家遮老人因拢伫社区拢做迄落课程，他们来遮做的无共，所以我就21个拢甲带出门，大家来体验一下不同的那个课程啊。我特别做什么咸鸭卵？咸鸭卵吼，搁做咸鸭卵，这伫厝袂晓做的，来遮做好的，做好的。长辈小姐佚佗，互相人际交流，对着预防失智、失灵、健康老化拢有真大帮助。目前社局已经规划19个景点的建议行程，要互长辈生活更加精彩丰富。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由社局甲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所合作推动的轻旅行，第一站经过长辈选择来到台南阿庄。据了解，其实这已经是组团3代有100年的环境，对单纯饲鸭到转型成为观光休闲农场，一路行来经营上真无简单。原本是传统饲鸭甲鸭卵加工生产为主的台南阿庄，组团到今已经第4代，因应时代潮流，慢慢转型成为结合农业观光加教育的休闲农场。第3代所青发开着心爱小火车，看着市长来因遮关心长辈旅游的机会，一路亲自导览农场的一庄一遐，满满的自信加成就感。虽然农场被推荐成长辈轻松旅游的景点，嘛有设计趣味制作咸鸭卵等体验活动，成为团体户外教学的特色。一步一步摆脱疫情的冲击，经营甲有声有色。不过，所有经营背后的辛酸，并不是外人所会当体会。对啊，我们是白手起家啦哈，当然是很辛苦哈就是早期那土地比较便宜嘛买一块之后就可以再拿一块来贷款来买所以就这样子慢慢经营起来然后这片土地是慢慢增加起来的，不是说一下子就搞这么大的了哈。这个场地扩大嘛那如果没有好好利用的话，也是转不过去了哈就正好有这个可以发挥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农业方面的那个产业方面的鸭啦、蛋啦这些知识可以传承，所以就以户外教学为主，那后来再增加这个休闲的部分。第4代苏丰明面对农场的经营，虽然客气爱记者找爸爸妈妈发言，不过伊学的是造型艺术，设计放鸭等古早趣味，到入农场以后，拢真有想法。其实对着农场来讲，上界基本的备卵做卵，不断更新各种的设施，做出好口碑，要互小朋友到老大人拢介意。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
为了让等待就业民众会当赶紧投入劳动市场，分家南分署特别召开职前训练招生的说明会中，除了有相关学员结婚的成果，加伫网络设计360度的导览系统，让民众唔免出门，得当了解，好好来利用这么好的政府资源。虽然现在市场欠工，不过失业找无头路民众也是一堆。不管是职能无稳定，也是无一技之长等原因，劳动部分家南分署长透过拍开职业训练的这道门，就希望让需要民众来这练功夫。请启动。象征受训学员开启成功之门，迎向美好未来。职人情绪实践面子。我们有看到我们分组有。这边远到40公里以上距离的学员，我们提供宿舍1个月清洁费只要300元。那有些人很关心说，在这边吃的怎么办跟包括现在物价通膨的很厉害，但是我们有自有的餐厅，3餐只收130元那如果不吃早餐、晚餐，光中午受训期间的便当，我们50元50元菜色。至少有4样菜那汤跟饭都是无限供应，所以我们笑说学员进来的时候本来拢无啥营养不良，结果结训的时候大家拢胖10公斤所以这边可以学到技术，然后又可以有的身强体壮这是一个很好的职训技能的养成中心，欢迎大家踊跃来这边学技术。分署长相当感慨表示，政府这么好的资源，甚至符合资格民众1个月才300块，得当大家专心学习。不过真侪人也是唔知影，所以会中都来邀请学员来分享因受训练的心得，见证学习的环境甲师资以外，嘛特别打造3D 虚拟智慧场馆的系统。透过360度的情景互动来消解30门训练课程，让民众唔免出门，得当认识相关的资源。云嘉南分署今年特别有建置虚拟的这个场馆的导览那目的是因为分署地处会比较偏远，那很多的乡亲跟民众对于各项的职业训练的种类不是很清楚。那如果要来到实际上的场馆参观，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那也有一些乡亲是因为比较远我们会欢迎他们就借由现在的资讯网络科技，进到我们这些虚拟的网络场馆里边，先去做职业兴趣的探索了解我们里边各职业职种的内容，还有场馆设备的样貌之后，那如果有兴趣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所以现在不管是实际上的这个空间或者是虚拟的网站都很方便。那欢迎我们的乡亲能够踊跃来进行这种虚拟网站的实境的参访。分署表示，每一档因至少开办65个职前训练班，会中嘛特别定限网络行销班，包括画图软体、影像编修等创意商品的结婚成果，让需要民众来参考。强调只要有心学，都有希望。今日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22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